来，大家好吼，大家好，咪呼咪嗦。今仔日要介绍讲基本的笔算，基本的笔算。啊，什么是基本的笔算？来，你看这百图，来这四纸，你敢念得出来？敢会晓？来试看卖哦。来，请看第一纸，来三加五平平八，三加五平平八，这号做加法。加法，啊，嘛会使讲是 t，譬如讲3加5，3t 平平八，啊，t 就是天水的天，天佑的天。好，啊，过来第二章，3减5平平负2，3减5平平负2。啊，若是用数量来讲，你讲负2嘛是会使。好，啊，过来第三章，来，这是3乘5平平15，3乘5平平15。好，应该足简单，这是乘法，乘法。啊，过来第四章，第四章10用2分平平5，10用2分平平5。啊，嘛会使讲是2分10平平5，2分10得到5。好，拢是会使的。这号做分法，分法，嘛会使讲是除法，除法。好，来，目前有问题无？应该真简单吼，应该拢伫咧国校的时阵应该拢学过吼。好，啊，过来，我甲分法讲较幼的吼，来，你看后一张，来这。好，若是用7是用4分来会得到啥？好，老错，这应该足简单。来试看卖哦。来开始哦。来7，我甲写伫这边，4写伫7的倒手边。OK， 啊，过来开始咯。来，我用4分7来得到啥？7，我甲7写伫7的顶悬这边。OK 哦，我应该讲足慢哦，应该拢对得着吼。来，过来开始，10乘7得到10，来，甲写伫7的下骹，写伫7的下骹。好，啊，过来7减10得到3，来这边就画伫一条线，啊，3写伫这边。好，所以咱就会使讲7用4分得到1剩3，安尼了解无？好，啊，来介绍讲这个7是啥物意思？这个7是原效，原效，啊，这个原效嘛会使讲叫做实效，实效。啊，过来，这个是啥？这个是是除效，除效，嘛会使讲是发效，发效。啊，过来，这个是所得到的效，所得到的效，所以会使讲是得效，得效。啊，过来，这个3简单嘛，剩的嘛，剩的效，剩效，叫做剩效。安尼 OK 哦。好，啊，若是讲老师，我想要甲这个7用4分，想要甲它算到真崩，算到真崩，要安怎处理？好，足简单，来继续看吼。来，这个3还袂煞嘛，还袂分好煞嘛，所以来，我伫3的边啊，正手边，我添一个零互伊啦，我添一个零互伊，甲3甲0参做30。好，30，啊，过来，所以30用4分来得到啥？得到7，所以我伫7的正手边，正手边，我先记一个度点，好，记一个度点，啊，7写伫这边，安尼看有无 ？OK， 来继续，所以。来4乘7得到28，
加28写伫30个下骹，排列好。OK， 过来30减28，2嘛，得到2。好，啊未煞嘛，啊未煞，来继续，搁添一个零互伊，参做20，参做20。好，开始4分20，得到5。来5就写伫即边，记伫遮好。啊4乘5，拄啊好，拄啊好。20嘛，共款20，所以来甲20排列伫即边。好，20，来20减20，剩0啦，就是无剩啦，无剩啦。安尼真棒，安尼就真棒啊！了解吼？所以咱嘛会使讲7用4分得到1.75，1.75，安尼了解吼？好，啊我来解释讲这个1.75吼，这个值是啥？这个值是单位。好，啊这个点号做度点。啊这个7是10分的位。啊这个5是100分的位。好，安尼了解无？好，啊今仔日就先小解到这边，咱后解再会。3加3等于3扣，3减3等于扣3，啊扣加扣真正等于扣，扣减扣无扣，搁剩等于3。